只係差一場就可以贏到總冠軍嘅雷霆，開局試過領先8分，但係出局邊緣嘅溜馬及時覺醒 ，Nembhard 同 Toppin 各自射入2球3分，協助溜馬反超比數。SGA 嘅上籃幫助雷霆喺第一節完前追近到28-25，但係第二節嘅雷霆徹底崩盤。Naismith 2球3分，加上一個上籃 and one， 幫溜馬打出一個17-2嘅攻勢拉開比數。之後輪到史亞琴接力，接到 Haliburton 嘅 no look pass 快攻飛身入樽，跟住佢喺完半場前對住 Alex Caruso 一個大幅度後仰跳投壓哨穿針，將溜馬嘅領先優勢擴大到22分。下半場嘅雷霆亦都完全冇起色，第4節就提早進入垃圾時間。第6場溜馬喺主場大勝108-91，靠住出色嘅防守令到雷霆有20次失誤，加上後備嘅 Toppin 攻入20分，將場數追到3-3。下場 Game 7將會係生死戰。